真欢喜会当过来伫咱的中间，甲咱三甲在分享圣经上帝的话，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恳求你听小赐福，互阮有谦卑的心灵，在分享圣经上帝你的话。愿你的心点伫阮的心内，互阮的心思意念是清气。感谢你，靠耶稣的名，阿门。若有人甲咱问讲，耶稣传福音上重要在讲啥？咱应该会当用一句真简单的话来应答：耶稣在传的福音叫做上帝国的福音。上帝国，这是马可、路加、约翰在用的。咱即马在读马太，马太伊用天国，天国甲上帝国意思是完全同款，但是甲天堂无同款。这咱得记好条。天堂是咧讲一个真水的景致，一个真美丽的所在。若天国或者上帝国，伊是咧讲上帝做我生命的主，这个叫做上帝国，或者是讲天国。所以咱若是心内咱的生命用上帝做主，安尼咱就是活伫天国，活伫上帝国的内面。对咱到伫咱的家庭嘛是同款，咱的家庭若是用上帝做中心。咱的家庭就是伫上帝国，也是讲伫天国的内面。扩大来讲，咱的教会嘛是同款哦。所以咱的教会若在表明咱是天国的一份子，咱的教会就是用上帝话做基础的所在。安尼，这个了解好清楚。检查的会较了解耶稣在讲的譬喻的意思。耶稣讲真侪关于上帝国的譬喻，也是讲天国的譬喻。马太算收集上介济，马太拢总收集13个天国的譬喻。若4本福音书拢总加起来，伊有讲18天国的譬喻。若讲到天国的譬喻，就真趣味咯。伊咧讲拢是真清楚，迄个对比，伊会用两组来做对比。哦，这个咱得真注意哦。像讲，今仔日咱咧读的圣经嘛是得讲有两组的，一组就是领5000、领2000的，这是一组，所以应答是同款。另外一组是讲领1000的哦。搁一人耶稣的譬喻，伫马太福音书甲约翰福音书无同款的所在。约翰福音书的编辑，伊是用什么？伊是用耶稣的教示做中心。若伫马太福音书较特别的所在，伊是将耶稣的教示搭分做5个部分，搭收集起来看。咱做伙来现圣经，现看觅。马太拢总有5个部分来圣经抛开哦。第5章到第7章，第5章到第7章，这是马太收集到耶稣的教示的头一部分。所以伫这部分呢，咱该号一个名，因为这是带对伊的人信徒到伫山顶的教示，所以咱阁互即个第5章到第7章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叫做山顶的教示。即个山顶的教示结束了，咱注意看第7章28节。第7章28节，伊伫遮就写一句话哦。28节，伊讲耶稣讲遮的话煞，安尼就是讲即个教示一段落。耶稣讲遮的话煞，然后咱看马太收集的第2个部分是伫第10章。第10
第10章是马太福音书真特别咯，规章拢在讲耶稣差派学生出去传福音。伫马可、路加敢若真简单讲几项代志，伫马太是讲甲真详细。恁出去会拄着什么代志？恁出去爱准备什么物件？然后11章第1节。11章第1节，伊就寄一句话讲：耶稣吩咐伊12个学生明白，安尼就是讲煞。这是第2个部分。马太收集到耶稣的，咱讲做言论集，也是伊的教示集。咱看第3个部分是13章。13章通讲是马太福音书真特别的所在，拢总收集7个上帝国的譬喻，也是讲7个天国的譬喻，是第13章。所以13章是马太福音书收集上介济关系天国的譬喻，拢总收集7个。然后咱看第13章的53节。13章的53节，马太福音书的作者寄一句话讲啥？耶稣讲这的譬喻明白，讲这的譬喻明白。然后咱看，过来是18章。18章是马太福音书收集耶稣的教示的第4个部分，是第18章。18章这较无一个共同的主题，确实有足侪教示，拢伫18章的中间。然后18章规章讲耶稣讲什么话，讲什么教示了。咱即马看19章的第1节，伊就讲一句话，讲耶稣讲这的话煞。这拢是一个段落了，伊会寄这句话。最后一部分是23章，23章到25章，这是耶稣的教示的最后一段落，伫马太福音书所收集到。然后咱看23章到25章，然后26章的第1节，伊讲耶稣讲这的话煞。安尼伫拢总有5个段落，伫介绍耶稣的教示。佫一项就是咱今仔日伫读的这段譬如25章的14节到30节，伊咧讲着主人找伊的奴仆出去做工。这真趣味哦！咱也伫看圣经的翻译，得爱真注意哦。我拢真爱鼓励逐个人看新版的圣经，这个新翻译的圣经，咱也伫看现代中文，甲咱旧的圣经的翻译，就真无共哦。咱的现代中文，伊就讲主人互因，咱的台湾话圣经写什么话5000，互伊的奴仆。头一个互伊啥会5000，银你若看现代中文的本叫做金5000，到底是金较贵还是银较贵？唔知影吗？当然是金较贵无人会讲银较贵哦。佫趣味的一项，你若去甲看希腊文希腊文伊毋是伫讲什么？伊伫讲的字眼，伊伫讲的字眼是他连德，互伊5个他连德，2个他连德，1个他连德。迄个一个他连德一个他连德，我有去甲算，拄今仔日的金170公斤，一个他连德是170公斤。我嘛走去金仔店单问讲，1斤是偌济钱吼？安尼搭斗的5个他连德，差不多2亿的台票，所以迄毋是小可钱啊！你若5个他连德是，你等于才家己算看觅，安尼知影？170公斤的金仔，无你确定礼拜后去银楼问看觅看，
安尼1公斤是偌济钱，也是讲1斤是偌济钱，啊，等于达点看嘛。安尼就是咧讲什么？讲即个主人交代罗卜的是真大笔的钱。啊，真大笔的钱，咱即马将即个架势搭起来对照路加19章。咱知影马太、马可、路加这3本福音书有一个共同的资料的基础，是对马可福音书来。所以咱若注意大看，咱咧读圣经，特别是福音书头前3本福音书，读开拢定定会讲，哎，遮嘛有讲，遮嘛有讲，啊，所以同款的故事，你得要起来对照看卖哦。啊，若对照，地发现到什么？路加福音书第19章11节到27节，有讲类似的譬如，伊是讲有一个贵族要出外去访问，然后叫伊的奴仆来。啊，伊叫奴仆来时，伊无讲马太讲到一句真要紧的话，讲照因的才调。照因的才调，互因无共款的钱。路加无讲这，路加是讲什么？讲钱互因啊，交毋是钱是城，叫伊去管理规个城。哦，这个是路加福音书真特别的所在。啊，所以咱会当看出讲，伊咧讲这个无共款的譬如的时。伊伫马太福音书讲5个他连得，是讲金即个重量是真大。啊，路加福音书是交代讲叫因去做生意，啊，伊无甲伊讲哦，得爱趁钱倒啊，伊敢若讲去做生意。哦，这是两边咱若对照来看，拢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搁咱伫读耶稣的天国的譬如。或者是讲上帝国的譬如，拢会读到一个共同点，安尼就是讲有一日，拢爱转来做什么？倒来交代，你爱转来交代。圣经内底讲这个交代，其实是在讲审判。哦，譬如讲亚正的譬如有什么收割？伊讲一个人出去亚正，啊，然后亚伫路边，亚伫气撇，也伫石头地，也伫肥的土地，啊，然后伊的结果是什么？耶稣在譬如的中间会去讲什么？讲上帝国，还是讲天国，亲像人去拍网，啊，即马网扭起来，好的甲伊扣起来，啊，歹的甲伊安怎弹掉？这拢在讲到什么？有审判。所以咱若伫讲上帝国、天国，会去记得一人有审判。啊，咱若讲到审判，就真紧去想到另外一个时间叫做末日哦。逐个人较趣味是末日，逐个人真少去想到审判到底是在表明什么意思。啊，咱即马来看卖，咱今仔日所读的25章14节。14节到18节，咱先起来看。我头先有讲过，讲伊交代因是交代什么？交代互因5000、2000、1000，啊，这是金哦，金的重量，较毋是咱旧的圣经在写讲啊做银是金，啊，这真重数字，我头先有甲咱讲。啊，然后真重要的一个所在是什么？伊即个主人交代是讲，照因叫罗卜来，照因的材料交代因哦，将所有的交代因，啊是根据因的材料去做生意，根据因的材料去做生意。啊，罗家是讲管理城哦。啊，即马去做生意会了钱啊！吼，一定会了钱。不过，若古台面是包趁钱，那阵是安尼吼。毋过有人去做生意会了钱，但是主人无讲一定爱趁钱。主人是讲根据因的材料，规个譬如内底即句话是上要紧。
就讲主人真清楚伊的萝卜的材料是偌济，哦，这是主人真清楚萝卜的材料。比如讲，咱若有在请人来公司啦，是讲开店，我相信咱咧请的人一定知影讲伊的材料是甚物货，爱照即个材料来交代伊做偌济工课哦。咱嘛会当安尼了解，上帝国的譬如内底，伊嘛在讲起上帝做咱，上帝真清楚咱会当做甚物代志哦。这真要紧哦。咱台湾话有一句话真趣味，伊讲南马嘛出一部啥，所以逐个人拢有才调。你毋免讲无才调，因为佫较南的马，讲南马嘛出一部塔，南马嘛出一部塔，所以主人真清楚，伊的萝卜有偌济能力通做遮的代志，所以伊伫遮就讲恁摕钱去做生意。然后咱嘛发现一个真趣味的所在，伊讲5000个出去，2000个出去，伊拢共款趁偌济，5000、2000，这是一组哦。啊，另外一组的第什么货？1000个，啊1000个介趣味哦。这1000个18节，伊讲什么？讲这领1000个出去，伊就。伊伫迄个涂骹挖一个坑，将这1000包包的都带伫迄个所在。咱有时阵在读圣经，若无倒转去圣经的时代，啊若照字面哦，大概咱会感觉这人头壳歹去，钱哪会当带伫涂骹？钱哪会当带伫涂骹？这其实是圣经的时代真普遍的现象。圣经的时代有一个背景是安怎？就是讲相战，两边相战。迄阵较袂亲像咱今仔日的人，今仔日的国家，你知影？咱伫咧太平洋啊，敢若几块石头扑出水面，啊，嘛会去搭添啥？搭添足侪沙土，添到搭起一个无人机场，讲这是我的土地哦。这是今仔日啊，古早无人安尼做。为什么？因为你占土地，你得要有人去住伫遐。若无人去住伫遐，迄个土地是真废弃。所以占土地毋是圣经的时代人的观念。圣经的时代人上爱的物件，我去拍你，拍赢头一个要创啥？就去抢你的仓库。抢米粮，这个是第一要紧哦。是安怎米粮上要紧？我得现有通食，捡物件、抢物件来食，所以得抢就是要抢物件，这个是真要紧。啊，第二样就是掠人来做奴隶，掠人来做奴隶，互伊去做工，我得毋免做哦。啊，我会当用叫伊去做工，啊，互伊去做工，食少少，啊，佫会当替我做工。咱对对看会出来，到第二次大战，咱咧看德国的希特勒掠真侪犹太人去集中营，就是叫因去做生产的工课。但是伫集中营一日敢若发2遍面包，啊一袋面包，安尼就是讲。逐个人拢会安怎食真少，所以因伫迄个集中营真歹生存的一个原因，食真少，啊，搁得去做工。圣经的时代共款哦，掠人去做奴隶，搁抢因的物件，但是对土地无真趣味，因为对土地无真趣味，就发生问题。因逐个人会安尼想哦，会安尼想，我得将钱带伫土地。啊，佮过去的人相战啦，战赢会将即个庄稼台放火烧，所以钱若带伫土地烧袂去。啊，等候对敌离开，啊，我转来的时会当佮对土地将即个宝贝甲伊挖出来。所以伫
马太13章，耶稣的天国譬喻，其中就有一项讲什么？讲有人发现一块土地内底有台真宝贝、真贵重的宝贝，伊就变卖财产去买迄块土地，因为迄块土地有台什么？台宝贝伫迄个所在。哦，这个是譬喻内底的一个背景。啊，咱伫看即个譬喻，伫讲照因的材料，叫因去创什么做生意。哦，咱即马来看19节到23节。19节到23节，伊伫即段19节伫讲过久久，过久久，就是伫讲什么？讲，互伊有真足的时间，毋是真短哦，真足的时间。即个真足的时间嘛，包括什么？互遮的工人也是萝卜有时间通去准备，啊，然后倒转来。我有甲因讲，即个5000个、2000个，因拢有去认真照因的材料去趁钱，所以拢趁加一啥？加一倍，所以佮趁5000，佮再趁2000。啊，主人讲的话就真趣味。主人在讲是讲什么？讲好佮尽忠的萝卜，好佮尽忠的萝卜，伊有缘要照因所趁的，照迄个，佮再赏互因哦。啊，即个第三个萝卜就较趣味。第三个萝卜就是伫即个23节的所在哦，24节。咱即马看24节、25节。24节、25节，伊讲即个领1000个倒转来，就甲伊的主人讲，伊开始讲，就先描写伊所认捌的主人。正深刻是圣经的作者耶稣的譬喻是讲，主人知影伊的萝卜无共款的材料，啊，即马是换萝卜。头前两个真清楚，主人交代的代志，因得认真去做。不过第三个萝卜倒转来，伊大声在说明，伊是安怎将钱投伫土地。啊，咱看伊伫遮所讲的话，24节，伊讲领1000个来，讲主啊，我知你是严苛的人。无业的所在要收割，未分散的所在要捡做堆，所以我惊哦。安尼就是讲，伊知影伊的主人是真歹。留意下弟姊妹，我拢嘛定甲信徒讲，咱的上帝是真歹。你毋好定想讲，咱的上帝慈悲、可爱、温柔、古水啊。我伫牧会哦，我拢对会友要求真严，所以会友拢讲好佳哉，伊即马退休袂阁转来哦。因为迟到我会骂哦，啊若礼拜看手机啊，我也会骂，啊特别是迄手机啊定定叫哦，我拢会骂，所以。若有外围的人来礼拜，啊，袂记伫手机啊响，啊，规个礼拜长啊，逐个目睭就遐去看。我拢定甲信徒讲，咱的上帝无遐饭桶，要讲话就搁甲伊经过手机啊，甲你讲话，伊直接就甲你的心带去。我定伫甲信徒讲，无人坐无人机会万分的。你会叫无人机等你吗？但是你若是要去天国，莫讲去天国，你讲孝寿死后去天堂，你搁迟到，你就免孝寿啊！哪有在敬拜上帝遐凊彩？其实咱的上帝拢会算孝，这拢会甲你扣的。啊，你就免孝想啊，另日讲啊，无我叫牧师甲我出一个证明，迄是无效的吼。所以你也看，伊真清楚，主人真严苛，主人真严苛。伊讲无收割，要扣，四线要扣做对，
什么时阵会安尼做？其实是伫讲到什么？讲到一个统治者、独裁统治者会安尼，伊无伫台湾政治，但是伊要对台湾揢美娘，敢毋是？日本时代就是安尼啊！日本时代咱台湾啊，生产的物件就是供给，互日本要战争路用，所以伫战争的中间。做世人伫饲猪，拢得去偷饲，要偷刣啊，得去惊猪仔吼起，互警察听到，猪都算怎没收去哦。所以咱咧看讲无野种的所在，伊要收成；四线伊要扣做对。也即个萝卜，伊在形容伊的主人，但是真趣味，伊明明知影主人遐尼在歹。伊讲，伊感觉上介好的方法是将火搭放伫土底，搭盖起来。安尼伊是伫想什么？伫想讲，阮的主人万一啊，万一啊，若出去拄啊去互拍死去，伊就袂转来。所以我知影钱藏伫倒位。你也看这萝卜真够计算伊的主人的代志，所以伊袂前袂想到，伫主人出去啊，有可能出车祸啊，嘛有可能拄着贼仔，甲伊抢拍死去啊，呆伫土底就是我的。这是即个第三个萝卜伫计算，伫计算的物件。再来，咱伫看主人的审判真无共款，咱注意来看即个主人。这个主人真受气，就是伫26节的所在。26节的所在，26节、27节，这个主人讲啥？讲你是一个笨蛋、歹个笨蛋的萝卜。伊咧讲歹，就是讲心思念头无正确。换一句话讲，是对主人的认捌是错误的。我头先有讲，伊袂前袂地想讲，这个主人出去，大概死去。安尼就是在讲，做萝卜的人已经头壳在想的真歹。第二样在想的是什么？伊在讲，你是安怎无将钱？你就是无摕去做生意，你嘛爱将钱摕去倒位？银行。圣经的时代，就已经有银行的制度，所以咱也看犹太人真聪明。旧约圣经伫摩西律法内底就有讲什么？伊就讲到即种借钱的代志。伊讲，若有你家己本族的人无钱来甲你借，你会使打算利息袂？袂使。不过，若外国人来借，你会当算较济利息钱。圣经的时代就有讲到银行这个行业，这毋是一个新的物件。咱看耶稣的时代，伊咧讲耶路撒冷的圣殿门口有摆什么大位伫遐，咧换钱的所在。换钱的所在，就等于咱今仔日银行的啥货？外汇部。因为有外国的侨民倒转来，犹太人四散伫外国倒转来，伊要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奉献的时，耶路撒冷的圣殿有一个规定，除了圣殿发的钱，你袂使摕罗马帝国发的钱来奉献伫耶路撒冷圣殿的奉献箱的内面迄个是袂使，所以就爱伫外面先换钱了，伊才会当摕入去奉献。咱若伫看即个主人甲即个萝卜讲，你应该上少嘛摕去银行藏，通交什么货倒转来？利息交倒转来。所以28节，即个主人做一个审判，到30节。伊讲将伊有的绳纸搭摕来，将即个1000的摕来，搭分互遐已经有的，将迄个1000的搭摕倒转来分互遐有的。这是头一人，安尼就是讲，互伊拢总无半项。
啊，若是讲照因的材料，意思就讲将伊原来有的材料伫做的工课拢甲伊拔掉，安尼就是无爱即个萝卜。因为无爱即个萝卜，咱看29节，伊就安尼写，伊讲30节，伊讲将即个无路用的萝卜，甲撒出去伫倒位？黑暗的所在。圣经的作者真爱用黑暗来表明什么艰苦，也是讲阴间哦，这个叫做黑暗。讲伫遐伊艰苦，伊伫遐哀哭，伊伫遐家己切气哦。所以咱若伫看讲，即个萝卜到落尾歹佮变淡，安尼就是伊找真侪理由来伫计算伊的主人，主人就甲赶出去，伊无爱即种无路用的萝卜。你位兄弟姊妹，咱咧读圣经哦，读到即个譬如，咱其实会当安尼来思想即个问题。就是讲，咱真侪信徒嘛安尼哦，有迄个错误的理由来伫表明咱的贫淡，也是咱的提示。我伫教会牧会啊，定定会甲会友讲来斗做什么工课。我拢会定听会友安尼甲我讲，哦，牧师，迄我无才调呢，我袂晓呢。哦，我讲好好，无才调袂晓。你知影我伫台北东门啊，伫遐有2栋大楼啊，有2栋大楼，一栋是礼拜堂的大楼，一栋是教育馆的大楼。啊，大楼起好，2006年啊起好。啊，然后奉献礼拜了，我得甲所有的会友讲，其实伫迄个进前礼拜堂的大楼，我得甲因讲，以后咱家己来扫礼拜堂，啊来扫教室，啊即马教育馆1、2、3、4楼，这拢咱信徒伫用的所在。所以包括便所、包括灶骹、教室，咱拢家己来清扫。因为你知影我真歹，你知，我是来恁遮较客气哦。你若去问啊，大家拢讲我真歹。啊，我讲就是安尼做哦，大家拢照安尼做。啊，便所毋免用七纸，迄个纸，会讲做纸巾吼。七手的纸无爱，大家拢出门，就爱亲像读国民校共款，炸手帕。我这对幼稚学到紧，出门炸手帕。所以便所敢若提供七尻川的，剩的拢无。我会友真袂习惯，你知？我讲家己来扫，所以我得摆一个表，讲家己去天，心人要扫。介趣味哦！我伫遐牧会，就安尼家己扫，拢家己扫。查经班了家己扫，便所家己洗。东门学院下课家己扫，碗池拢家己收，桌啊椅啊家己擦，教室家己清。你知影安尼一冬爱欠偌济钱？你要要看觅，若请清洁公司来扫。其实拢有叫人来顾过，一个月爱36000块，一冬就爱40万。这就是在替教会欠钱。我哋捌拄着几个，啊，你有去扫便所无？哎哟，牧师，我会使奉献，请清洁公司来扫。我讲好。我退休哦，我一个退休离开。我2月退休啊，7月儿童营搁办啊，哦，啊，你知影我办儿童营拢聘人济哦，所以差不多400个囡仔，啊，工作者，挂煮饭的，挂遐个青年斗骹手的，啊，差不多甲得要500个囡仔，500个人啊，伫教会出入啊，所以迄便所啊，哦，便所一定味真重。啊，灶骹啦，教室一定足侪垃圾。
我这离开啊，好，迄会友大家袂像得到头棒。就随讲，咱来请清洁公司来扫，罗牧师无伫遮。就随有人甲我通知啊，吼，所以我得甲拍电话去教会，甲干事讲，我讲你得拜罗牧师甲牧师娘要转去扫。真紧啊，会友就听到，哎哟，夭寿哦，因两个要搁倒转来。我拢甲因讲，你拢毋免甲我找理由。所以我其实伫遐伫牧会啊，包括圣大校长迄谢汉民，包括台大教授林信南长老，拢话闭手软闭裤骹，聚会了水讲客咧去扫便所。我得甲牧师娘倒转去，因拢倒打早咧。这阮来扫就好啊。我讲毋免啦，毋免，阮两个来扫。了拢无人敢要搁讲请清洁公司来。不过即马是请清洁公司来，当然甲即马的牧师有关系。我讲扫便所敢无法度，敢无法度。我这去东门头一遍。1998年，我去牧会，我就讲，教会干事有一个事，我讲安尼会使毋免，那会当来做义工，介趣味哦。我讲哦，来一步就会使啊，一礼拜来一遍，安尼一礼拜来一遍，一礼拜若12个，拜一到拜六，一人一步12个就会使，有一个。长老啊，查某长老就较紧来登记，来登记了，爱得头一个拜一早起来，拜一早起来，就讲牧师我来啊，我讲好，伊讲要创啥，我讲去扫便所。昨礼拜了无清，所以先去扫便所。真正扫便所，我讲桌啊、教室这拢办公室爱揉哦清气，斗接电话哦，伊讲好。你知影介趣味？伊一个转去啊，因翁虽然问你今仔去教会做义工是做啥？伊讲牧师叫我扫便所兼揉涂骹。因翁讲要知嘛，即个牧师较早来，咱斗阵免请人来扫。其实讲这拢是上简单的工课，看起来毋是啥物代志。但是福音的工课是安尼开始，咱真少人在注意，咱的教会在纪念马偕牧师，伫遮设病院，伫遮开学校，牛津学堂拢对遮开始，对咱淡水教会开始。你敢知影是什人在支持这个工课？其实就是伊的故乡的教会，女宣妇女团契。逐礼拜聚会奉献钱，支持伊来遮做工课。若毋是遮个人勤俭，会当省钱，就会当支援即个工课。所以我去东门发动义工的工课，其实就是咧将一个干事的薪水，甲伊欠开，咧支援一个。即马已经去伫伊索比亚伫遐伫翻译圣经的陈福兰牧师，伊迄阵台湾新南医毕业，伊志愿要参加伫卫克里夫的圣经学会翻译圣经，派去菲律宾训练，派去瑞士训练，派去英国训练，拢是对东门教会出钱甲伊支援，真小块的钱。对上小块的代志，咱将家己家看做是1000块的，领到1000的，你拢会当发挥这个上好的工作。所以这个罗伯，伊找理由来咧讲，伊会惊。其实我咧讲，就是讲毋免惊，咱拢有法度做。只有一项，你肯屈落来也无。你若是无要屈落来，你会当找规枚理由讲我无法度。其实哦，这嘛是一个真趣味的工课。
我定会讲哦，咱今仔圣歌队坐无满，对无？后面还佫有剩一排空位。我拢定会讲哦，你若还佫会出声，你得来参加圣歌队。有人讲，迄我袂晓唱，得有一个故事介趣味。伊讲有一间教会，拢老人伫礼拜，拢总老人。咱教会嘛袂少老人对吼。老人伫礼拜，牧师嘛去组一个老人圣歌队。迄间教会其实老人真济，有若大概一直去啊，知影去吼。差不多剩40几个人伫礼拜，牧师组一个圣歌队10个人，拢老人。牧师拢叫因来唱歌，好，因得来。礼拜日拢献诗。有一日，你知影老人唱歌介古锥哦，若毋是变调，就是迄声介好听，你知？迄声有当时拢2、3音连做伙，分袂清楚。较定悬的，较定低，牧师拢不要紧，伫遐招来唱。毋过10个人内底有一个吼，因叫做大炮。啥啊叫大炮？就是伊的声音真准，佫真大声，所以拢伊带头伫唱。伊若带头唱，剩的人得对伫唱，得袂变调安尼。无即个较大声，即个有一日过身去。过星期，大家都送了，倒转来教会，转来时，大家就真毋甘，就招牧师讲，牧师即马大炮死啊吼！我看莫圣歌队啊啦，阮若搁唱拢毋知唱什物调，拢抓袂清楚。我想嘛，久长以来拢阮咧唱，无到遮就结束。牧师想讲嘛有影，要教剩的9个吼，有够忝的，拖袂行，你知吼？所以牧师讲好，好礼拜日啊，即马装饰了，假日礼拜日，礼拜就无圣歌队，你知？因为无圣歌队，迄暝牧师伫困，天使出现，你知？天使出现，就甲即个牧师讲：我今仔日哪会无听到圣歌队在唱歌？牧师就来讲：迄个上高唱的在死去啊！阮剩的9个人就讲无卖唱啊，因为唱袂准哦，礼拜真歹听。天使就讲：上帝叫我甲你讲，上帝敢若爱听即个声，变调的声。因为天堂的声拢是天使在唱的，天使在唱的拢上介好听的，所以世间搁较水的声音嘛无亲像天使遐水。毋过因为无迄个老人在唱，所以上帝讲无听到这个老人唱歌，煞心闷起来。这个牧师听到天使安尼讲，惊一个起来。假日天光，较紧阁招迄9个人来。咱拢定想讲，我得有偌济才调，我才要来做奉献的工课。其实毋是，上帝互咱拢有才调，所以咱中间无声音的举手，看嘛。我是有哦，我是讲无声音的举手，看嘛。你若有声音，就免提时参加圣歌队，安知影？所以咱的指挥若甲咱招，你就要讲，哎哟，我哪后KK啦，KK就去看戏片后科。嘛免讲袂晓看谱，其实我初中2年参加圣歌队，我袂晓看谱，我拢用背，所以人若献一了，我就对人献一了。我是安尼学出来，安尼唱出来。奉献，毋是根据咱的标准在讲好歹，是根据上帝听来在看。刘义兄弟姊妹，教会工课是安尼，你会当伫外面分一个周报，你会当牵一个老人来坐伫适当的所在，
你会当带一个囡仔来主日了，这拢是咱会当做的工课。若是无要做，你得爱家己安怎想？你要去面对上帝的审判。你敢会当讲一项？你会当看这个譬如耶稣在讲什么？伊讲主人甲迄个1000个萝卜讲歹个扁担，因为伊真够计算主人是什么种人。其实咱定看见咱在想的上帝，有时阵定定是无真正认捌。这个才是咱爱反省的一个信仰功课。上帝需要咱当心来祈祷。听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会当做阵在分享甲学习圣经的教示。有你的帮助，阮就知，阮会当回应上帝你的听，就是将你赏赐阮的才能，包括阮的声音，包括阮的手，包括阮的脚，包括阮对教育所受到知识财物来应答上帝你的精选。愿你是阮祝福甲疼惜，感谢你的恩典，靠耶稣的名，阿门。